先天妙境门卷来，或下棋，或将琴弹前，暇无事则任意遨游，观赏先天美妙景致，或下棋娱乐，或弹琴消遣。理天之境无闷倦之事，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，意之所乐而为之。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液，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，吃的是仙桃仙果，喝的是琼浆玉液，穿的是仙衣仙鞋。仙桃果蟠桃之果实，亦称仙桃。蟠桃实洲际东海有山名杜所山，上有大桃树，蟠区3000里，曰蟠木。武帝内传7月7日，西王母将以仙桃4颗与帝，帝时折收其核，欲种之。母曰：此桃3000年一时，终下地薄，种之不生。帝乃止。论无极为圣域善宝尽尽而因通万化万类恩缘理天是至善宝地，是无极的境界，至圣之相遇。此地至虚至境，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，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。自从那交会艺术以道为母，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一元12，会子会开天丑，会替地寅，会生壬卯，会辰会巳，会午，会未，会申，会壬灭酉，会地灭戌，会天灭亥，会混沌每会各10800年。元共129600年，一佛治世。3佛收元，7佛治世。南方是爱佛6000年，北方生玉佛4800年，即10800年。卯会东方三春佛3720年，西方有长增佛7080年，即10800年。辰会西北方空谷佛5284年，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，10800年。自会东北方一天佛5800年，伏羲是代理佛500年，即6300年。五会中3佛收元，燃灯古佛清阳旗，掌天盘。莲慈会释迦文佛弘扬旗，掌天盘。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，掌天盘。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，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，天成就丑会玉帝10800年，地完全智慧会数景，智是圆满。母会元灵收回，又会灭地，虚会灭天，亥会重回混沌星气，生为天盘部，至星斗浊气，降名为地湖海山川清星之气，上升则为天。满天布满着河汉星斗，此为气界所居之处。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，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，形成了海山川，此为象界所居之处。只因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，
万类生全子会开天，丑会替地，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。寅之值，天地阴阳之气相交，日月别相交替，阴阳因均而育生万物品类。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，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。无极主定，属理天；太极主动，属气天；黄极主化，属象天。道即理比即道虚灵之妙道，生一，一生二，二又生三道，即是理。理是道，至虚至灵，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。本虚灵，能生一，一能生二，二能生三，三能生万物。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三才，三才者天地人，万物因之而生，生化万物图。://LCC_LCC_2/ 意图象极，生化5万点。JPG 天既成地既立，万物其北东土地，无人焉，缺少女男，天地既成，万物以其北，这就是象天，亦称娑婆世界、堪苦世界。